中美商號服務介紹及開通教學。中美商號係 Ink Mobile 推出嘅一卡商號服務。開通之後，系統會為你嘅 Ink Mobile 美國號碼綁定一個中國虛擬號碼。透過中美商號服務，你可以喺美國正常使用美國實體號碼嘅同時，接收發去中國虛擬號碼嘅短信驗證碼，適用於內地銀行、支付平台同各類中國 App 嘅登記同驗證。首先，請你登入 Ink Mobile 官網，進入個人中心版面。喺個人中心版面入面，撳業務辦理，跟住揀中美商號，進入中美商號開通版面。進入開通版面之後，撳立即開通。請你跟住版面提示填寫相關資料，並上傳有效證件，用嚟完成實名認證審核。證件上傳注意事項，支持嘅證件類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、回鄉證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、台胞證、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，以及有效嘅美國簽證獲綠卡。信息填示完成後，點擊確認提交，系統就會進入實名認證審核程序。審核時間一般係4到5個工作日。審核通過之後，系統會自動為你嘅 Ink Mobile 號碼生成，並綁定中國虛擬號碼，即代表中美商號開通成功。溫馨提示：中國虛擬號碼主要用嚟接收短信，現時暫時唔支持接聽或撥打電話。如主套餐欠費，中美商號服務會同步暫停。停機之後，如需重新開通，需要再次提交證件做審核。以上就係中美商號服務嘅介紹同開通教學。如你想了解更多 Ink Mobile 使用指南，歡迎去我哋主頁瀏覽相關教學。